Hello，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唔正經學院，一個連你阿媽都唔放心你聽嘅冷知識節目。我哋專門拆解啲你中學嗰陣死背硬記，但其實勁有趣嘅文化、古文、歷史、哲學話題。唔講大道理，唔背口訣，淨係講你知從來冇人用呢個角度講俾你聽嘅真相。如果你中意邊學邊笑，又想拎住啲文化知識去嚟隔 lunch， 初戀返嚟，咁你真係嚟啱地方啦。呢度係唔正經學院，唔正經，但你會學到嘢。大家好，歡迎你嚟到唔正經學院。呢個頻道專講啲你以前喺學校讀到想瞓覺，但其實冇咁悶嘅中國經典。我哋用一個唔正經但你聽得明又笑得出嘅方式，同你一齊翻睇古人生活。今集我哋講咩呢？就係詩經。講起詩經，好多人都會記得中學背書嗰陣時，嘴唇都背到起泡，但係明就唔明白，又係文言文又唔知講咩，好似一沓紙咁厚但冇內容咁。但其實呢詩經根本就唔係咩經書。佢原本係古人唱出嚟嘅歌，冇錯，唔係文人專用，係真係唱歌。你可以當佢係古代嘅情歌歌本加埋一啲鄉村民謠同少少 emo 成分。唔信啊，等我慢慢講俾你聽。首先，詩經原名叫詩300，就好似而家金曲300咁樣，根本就係一個 playlist。入面有情歌，有工作歌，有鬧人歌，有農夫山泉廣告歌咁樣。古人唔係坐喺度冥想，係做嘢做得悶，咪唱兩句詩經解下悶。你可以想象住以前周朝啲人洗衫嘅時候，一邊唱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好似你而家煮飯唱 melody 歌一樣。所以詩經唔係高深莫測嘅經典，係貼地到不得了嘅生活情歌。咁講可能你會話唔係啩，有冇咁似啊？好啦，唔同你嘈，咪即刻拎幾首詩經同現代歌比一比。首先，關雎呢首係詩經入面最出名嗰首，開場第一首都係佢。入面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即係話有個靚女好吸引啲男仔見到會心動。同 Mir 嘅 Ignited 裏面講渴望，你又望住我，根本係同一回事。都係一種青春期荷爾蒙爆發嘅心動感覺。再睇兼加呢首更加 emo， 入面講所謂伊人在水一方，即係對方喺對岸見到又摸唔到，心裏面癢到不得了。你話呢啲情緒同 Rubberband 嘅阿波羅入面講嘅你在左我在右，中間隔住地球有咩分別？都係 long distance， 都係冇力感，都係無奈到出水。再嚟子衿一首講思念嘅詩，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好掛住你啊，掛到心煩意亂。呢句如果出現在 Serenade 嘅 IG caption 入面，我完全唔會覺得奇怪。同佢唱我仲未叫你唔好一樣，咁令人心碎。至於文呢首係講渣男嘅經典，頭先仲甜蜜蜜，後尾變咗離婚爛尾。唔係鬧你啦，係古人都識喊住分手。同陳雷唱我愛你但我唔想再愛你嘅情感完全同步。再睇詩經嘅擊鼓，有句死生契闊與子成說，即係講無論生死都想同你一齊。咁張敬軒唱即使世界與我為敵，我都撐你到底，咪就係差唔多意思。再嚟一個 bonus 版本。詩經裏面背風匪風有句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，即係話我想同你長長久久永不變心。你唔覺得根本係2000幾年前版嘅 Ed Sheeran 嘅 Thinking Out Loud 裏面講 I will love you till we are 70嗎？講到呢度你應該開始明白啦。詩經唔係咩文人裝腔作勢嘅玩意，佢係古人講愛講痛講唔捨得嘅一種方式。孔子都話不學詩無以言，即係如果你唔學詩，你講嘢都唔識講，你唔識得點樣表達情緒，唔識點樣用文字講心事，用而家術語講就係你唔識 caption。
你唔識點樣寫啱啱好嘅一句 IG caption 去講你份思念同你嘅武力，你連 post 都唔識點寫。以前啲人拍拖係用詩經傳情，分手寫詩經痛唱詩，總之唔係 silent reader。所以唔好再話詩經係悶，佢係古人最真實嘅戀愛日記。你當佢係古代版 IG story， 寫緊今日我 emo 緊，或者呢首歌送俾你。總之係講感受，唔係講大道理。最後問你一個問題，你覺得而家有邊首歌有機會2000年之後被人當做經典，講到文化，甚至覺得係人類智慧遺產？係姜濤啲歌唔通會變成未來嘅孔子名句？2040年出世嘅細路喺學校念緊 Mirror 嘅歌詞，考試填充題寫着，請寫出以下歌詞下一句，渴望你又望住我。你會唔會覺得幾恐怖又幾搞笑？總之詩經教我哋嘢可以係情緒先行，唔一定要成日都講理性，係有感覺先有語言。唔好睇小你心入面啲感覺，因為嗰啲就係人性最真實嘅證據。如果你都覺得詩經其實幾得意幾抵讚，留個言話我知。你又最鍾意邊句詩經，或者你會點樣 caption 你嘅感情狀況？下集我哋會講下孔子其實係一個帶劍上堂嘅型男，唔係淨係坐喺書台後面講道理咁簡單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如果你鍾意今日講嘅內容，記得冚個 like，share 埋俾你班以為自己識晒詩詞但其實係文盲嘅朋友。順手訂閱我哋頻道，每個星期我哋都會有新一集，用唔正經嘅方式講最正經嘅知識，幫你喺開會、開 live、開 P 都可以開口做文化人。留言話我知你想我講邊個 topic，話唔定下一集就係幫你做私人補習。呢度係唔正經學院，我哋下次見。